为宣传台南传统市场有一个美食加伴手，特别是迎接中秋，民众汉肉加海产的需求，所以台南便利商因小企业疫情期间的服务，将提供金华、善化、新市、开元以及东菜市等26个市场的美味，让市民唔免出门，得当预定送到厝，嘛让市场的摊商表达兴味。中秋节还有月圆的时候要。家家户户都有在烤肉哦，我们像我们的金华市场，它的传统肉商或各市场，它都有一些方便的腌制肉类啦、肉品啦，或者一些香肠那些。希望说是全台南市各市民踊跃到台南市各传统市场来购买。但是经发局为了刺激消费，也制出单笔订单满600，除了唔免运费，也有机会抽市价6000块的24颗金币。副市长叶泽山嘛鼓励大家支持在地优质的市场。网站到至今已经有9万多笔的一个订购，也超过5000多万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金额，所以这一个平台一直到现在还在运作当中。所以我们利用今年的中秋佳节这一段时间，为了协助我们各个家户的一个方便性，所以我们也提供民众可以在线上直接用这个网络宅配的方式，那超过600元就免运费，而且可以抽金币。过去因为肺炎疫情，兴起线顶市市场的购物形态，现在台南面对天高这个威胁，为了保障摊商甲消费者的健康，上网购买嘛是安心的选择。该活动对13号中昼开始，将持续到9月20日，民众大把机会。江南新闻，军集采访过的。